况，总序位不加分。
本时间5分39秒，总序位不加分。白骨鸟一缕发呀一缕。
演时间5分10秒，总序位不加分。
秒，总序位不加分。大家好，请问国中的小朋友出去了吗？在这样，好，不愧是国中组哈，本来比赛刚开始起头国中会不会好难啊？但是今的国中越往越后面越好我这个话有玄机很明显那个有和声的在我还是说我个人的立场，有和声的会胜出那个现场伴奏的也 OK。那其实我也建议国中好好的练那些音色上的表达，因为到了国中，不像那个幼稚园组、低年级组整齐就好，幼稚园组、低年级组是动作整齐就好，歌声有出来就好，律动有整齐就好。但是到了国小高年级到了国中，那个哈莫尼和声一定要做到。我想他不愧是练了一段期间，刚才表达当然都很好，这是我个人第一点意见第二，那个乐器加越多，色彩越好。我们除了表演是阳春面以外，加上呢钢琴，加上呢不管是国乐器、打击乐器，就在有演这些调味的上去，就会更好。那还有表情上，那千万不要，虽然是歌唱组，千万不要就是只光唱歌而已，律动要好一点。那稍微也做一点情境上的刚才前一场我们黄老师说，老师要给孩子讲故事，这首在表达什么，歌词什么意境，希望在表演的时候给大家看到一种画面。所以虽然我们是音乐上的表达，也要有声有色，不要只有声音求和声，再求完美，再求音准，最后我们到了国中就要求音色。这是我个人的浅见因为时间还很多这一次 Lady First， 我们先请黄老师，请大家鼓手。不错就是今天看到国中的这个活泼融入在客家音乐里面，而且我也看到就是把这个有一些团队有带入这个音乐剧的感觉，那这个音乐剧的感觉就会把客家话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甚至在校园中的生活，或是一个画面编织中的生活，把它融入。